阳明交通大学应用技术研究所的学生，结合即马上届实践科技，透过机械来控制戏红仔，甚至佫会当用 VR、AR 甲电子手龙来当布袋戏，甲即个传统的表演增加科技的趣味性。用电动遥控的方式，布袋戏红仔随叮当起来。原来红仔内底有斗电动机骨，每一个动作拢是透过学生手中的遥控器去控制。透过这个手把，然后坐在台下和观众一同互动，然后同时透过这个手把来控制这个布袋戏哦，然后来达到表演的活动。还这是利用 VR 加 AR 技术，手笼啊挂好势，镜头叮当一个，电视内底布袋戏。就会当完成几啊款困难的动作。我们利用 AR、VR 的技术，然后手势的方式去，不用布偶，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布袋戏。学生讲，透过展览，除了在设计过程中学到科技，嘛更较熟悉传统的布袋戏文化。布袋戏本身的一个很有韵味的这个历史文化，那我们都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笔财富。团队把专工去拜访资深的布袋戏艺师，记录老师让布袋戏红仔的动作，希望每一步拢会当完美展现出来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